海上的明灯就是灯塔替船只指引方向。航空局最近有推出一个绘本，叫做《守护大海的人》，希望让学生囡仔会当了解到灯塔的功能甲价值。黑暗的大海当中有一撮黄色的光，迄是灯塔的光为讨海的人指引方向。看过灯塔的人号做灯塔手，因为灯塔手每日拢爱注意灯塔的状况，安怎照顾厝内的人是困难的问题。因为灯塔方面啊，有爱用的外口真侪物件，迄时阵就较无方便。灯塔本身，灯塔怎样发光，怎样保护灯塔，这是主要。其他是灯塔私人。员工事的生活安排。台湾是海岛国家，计共有36座灯塔。交通部航港局推出《守护大海的人》绘本，要让囡仔了解灯塔手的故事。守护大海的人，他主要在讲一位台湾的老灯塔手的，从他开始从事灯塔守护的工作的到结束，他不是像纯粹那么样子的平静。他随时可能会有面对不同的情况的，而且这个情况是他一个人要自己去面对。台湾的部分灯塔已经有做转型，加入和民众观光的用途。航港局表示，望未来有甲学校合作的机会，会使加强推动囡仔认捌台湾灯塔的价值甲文化。记者郭不君张随台北报道。